我活了99年。很多人问我，查理，你一生中最成功的投資是什麼？他們期待聽到一個股票代碼，但我的答案是，我一生中真正從不賣出，也從未讓我失望過的，是某類非凡嘅資產。他們不在任何證券交易所裏，他們是超越金融範疇嘅心智、品格與智慧，這才是一個人真正嘅護城河。大多數人窮盡一生追逐看得見的數字，去完全忽略了這些看不見的，但真正能決定你人生走向與最終格局嘅別力量。相信我，你擁有哪些資產就決定你的結局，這比你銀行賬戶裏的任何數字都重要得多。如果你以為財富始於銀行賬戶，那你就大錯特錯了。真正的財富，一切複利的起點都始於你的頭腦，但這並非指你繼續了多少零散嘅知識，或者你擁有多高嘅學歷。現代教育最大嘅失敗就係它生產嘅誤碎嘅知識倉庫，佢很少培養出真正嘅思考者。人們像急又一樣收集事實，卻從未想過如何將這郵票組合成一幅能看懂世界規律嘅地圖。這就係我要講嘅第一項，也係最根本嘅一項資產。健全嘅心智模型與終身學習嘅能力。大多數人的一生都在用一把錘子去應對所有問題，在他們眼裏，一切看起來都像釘子，即就係鐵錘人傾向，一種災難性嘅人之殺害。一個只懂金融嘅人，去試圖用塌陷現金流去分合一切，包括愛情。一個只懂營銷嘅人，去把所有嘅人際關係都看作是交易。他們的世界是平的，是單維度的，因此他們注定會一次又一次的被現實這個多維度的怪物撞得粉碎。我的方法完全相反，我致力於在我的頭腦裏建立一個由各種重要學科嘅核心思想構成嘅普世智慧格山。你不需要成為物理學家，但你必須理解牛頓定律和熱力學定律如何影響商業嘅系統。你不需要成為生物學家，但你必須懂得達爾文嘅自然選擇理論，如何解釋市場競爭嘅殘酷品質。你更需要深刻理解心理學，因為人類嘅非理性是一切市場泡沫和崩壞嘅根源。把這些嚟自不同學科嘅核心模型響坐標器一樣組合起嚟，你就能獲得一種立體視覺。當別人只能看到數目時，你能看到整片森林嘅生態系統。當別人在為股價的短期波動而狂喜或悲傷時，你能看透驅動這家公司長期價值的底層結構。這套心智模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成啊，它需要你養成一個近乎偏執的習慣，終身學起。我每天都堅持做的一件事就係睡覺時要比起床時更聰明一點點。我貪婪嘅閱讀不只係商業書籍，係有歷史、傳記、科學閱讀，是為了獲取新嘅模型。但係更重要嘅是，你要不斷嘅質疑、修正你已有嘅模型。當現實與你嘅理論不符時，你要有勇氣扔掉你心愛嘅理論，而不是扭曲事實。這是一種智力上的誠實，比智商本身要稀有10000倍。這項資產的回報是什麼？是無價的。它能讓你在遍佈陷阱的商業世界裏擁有一張避雷圖，它能讓你識別出呢個聰明但道德有瑕疵嘅人編織嘅複雜謊言，它能讓你在市場
陷入具體性瘋狂時，保持獨立嘅判斷同內心嘅平靜。最終，所有正確嘅決策，所有財富嘅長期複利增長，都源於你大腦裏呢個強大而多元嘅認知框架。它不是你擁有嘅眾多資產之一，它是一台能生產所有其他資產嘅模資。在你開始計算任何財務報表之前，請先審視一下你哋這份心智資產負債表，它決定了你人生最終嘅格局。先該談談第二樣，你永遠不該賣掉嘅資產。這件東西看唔見摸唔叫，佢比你銀行賬戶裏嘅任何數字都更堅實，那就係新奇嘅理解力係戰力於其上嘅堅不可摧嘅核心原則。大多數人終其一生都在犯一個致命嘅錯誤，他們高估自己嘅能力，低估世界嘅複雜性。他們就像一個只在自家後院池塘裏釣過魚的人，卻拿咗同樣的魚竿，宣稱要去征服波濤洶湧的北冰洋，結果可想而知，佢們不是被巨浪吞噬，皆被自己未知嘅恐懼所激化。深刻嘅理解力，首先意味咗要對自己有近乎純確嘅情識。你要做嘅第一件事就係拿出一支筆，毫不留情嘅畫出自己嘅能力圈。在這個圈裏，你是專家，你擁有真正嘅知識同洞察。圈外嘅一切，無論看起來多麼誘人，無論有多少人在拿你狂歡，你都必須承認，我不懂。說出我不懂這三個字，在這個浮誇的時代裏，需要比假裝無所不知更大嘅勇氣。但係這三個字就像一道護城河，能讓你避開90%以上嘅投資陷阱和人生災難。和論行我之所以能活下嚟，甚至活得係不錯，不是因為我們預測對了每一次市場波動，而是因為我們堅決不碰那些我們看不懂嘅東西。我們寧願錯過100個所謂嘅機會，也不願意在一個我們不理解嘅領域裏冒一次可能讓我們傾家蕩產嘅風險。而當你在知識上誠實了，你就自然會走上道德上的堅定。這就是核心原則。原則不是掛在牆上嘅漂亮口號，它是你為人處事嘅操作系統，是你決策時嘅底層代碼。它規定了什麼是可為，什麼事哪怕能帶嚟天大嘅利益，也堅決不為。我和窩倫之間有一張我稱之為互封信任之網嘅東西，我們合作了半個多世紀。很多上億美元嘅交易，往往一個電話就敲定啦，連合同都懶得簽。為什麼？因為我們都知道對方的遠者和自己一樣，堅如磐石。我們相信對方在處理我們的共同利益時，會像處理自己的生命一樣慎和誠實。這種信任係商業世界裏最高效嘅槓桿。他為我們節省了天文數字般的律師費、調查費和無休止的扯皮時間。他讓我們能把全部的精力都聚焦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而不是互相猜忌和防備。當你失去原則時，你失去的不僅僅係名譽，你失去的係這種最高效嘅社會槓桿。你將不得不生活在一個充滿懷疑和戒備嘅世界裏，每一步都走得異常艱難。記住，一個才華橫溢但道德有瑕疵的人，是這個世界上最危險的生物。他們的聰明才智會成為作惡的放大器，他們造成的破壞力遠超100個普通的笨蛋。遠離他們，
就像遠離核廢料一樣，這能避免毀滅嘅打擊。所以，這第二類資產就是你內心嘅準繩和邊界，它讓你保持謙遜，不越雷池一步；它讓你保持正直，贏得最寶貴嘅信任。有了它，你嘅智慧同財富係能建立在現實之上，而不是流沙之中。這是你必須用一生去守護嘅商業與人生嘅地基。好多人終其一生都在追求所謂嘅人脈，以為通訊錄裏嘅名字越多，人生嘅道路就越寬。在我看來，這是一種致命嘅愚蠢。我要談的第三類資產，不是那些浮於表面的廣泛社交，而是少數幾個能提供正向能量、深層智慧、信任與支持的戰友。對待我的社交圈，我有着近乎病態的潔癖。我要求自己必須像一個冷酷嘅外科醫生，手術都要快、準、狠，毫不猶豫嘅卡住呢都會讓你生命發炎，甚至外變嘅毒瘤。在我近一個世紀嘅觀察中，我總結出了三類必須被清除嘅劇毒人物。只要你嘅生活中有呢個，你嘅能量就會被除碎稀釋，你嘅判斷力就會被嚴重污染。第一類是能量失害鬼，呢些深陷自憐情緒嘅受害者，他們存在的唯一目的就係把你拖入他們的怨天尤人的情緒泥潭。他們是人行走嘅黑洞，吸收你所有嘅樂觀與經歷，卻從不提供任何價值。清理他們是保護你心智能量嘅第一道防護牆。第二類是呢啲道德有瑕疵嘅聰明人，這類人自誅微獲慶，因為他們的才華會讓你誤以為可以忽略他們片角上嘅裂痕。這是個巨大嘅陷阱。記住，信任是最高效嘅社會鋼桿。和一個冇有原則嘅人合作，你講把一半嘅精力用於防備他，而不是創造價值。我們嘅聰明最終只會用嚟算計你。這種關係帶嚟嘅毀滅性打擊遠超任何韓債收益。第三類是認知封閉嘅裝睡者，他們活在過去，拒絕學習，抵觸任何新思想。下他們待在一起，你的思維會被慢慢同化，你的好奇心會被漸漸磨滅。愚蠢和偏見是會傳染的。而在這個飛速變化的世界裏，停止學習就等於宣判了你未來的死刑。你必須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他們。為什麼我如此極端？因為劣質的關係不僅僅是浪費時間，佢們係負資產，係持續消耗你生命力嘅債務。當你勇敢嘅執成還這場社交手術後，你會發現你嘅世界變得異常清靜。你可能會感到暫時嘅孤獨，但這正是最寶貴嘅狀態。你清掃出了一片純淨嘅土壤，只有在這樣嘅土壤裏，真正高質量嘅友誼才能生根發芽。你不再需要曾擺上坑個點頭之交，你只需要個能夠你迷茫時點醒你，在你跌倒時拿起你，在你成功時真心為你高興嘅戰友。這種深刻嘅基於信任係志趣嘅關係，才是你個人生真正嘅安全網，是能為你提供持續成長力量嘅終極資產。它的複利效應遠超任何股票。係現在，我們嚟談談第四項，也係最容易被這個浮躁時代所忽視嘅資產：自律、耐心與延遲滿足嘅能力。這三者係孿生兄弟，共同構成了財富複利增長嘅引擎。很多人以為投資是一場關於行動的遊戲，他們每天盯着屏幕上閃爍的紅綠線條，像患了多動症一樣頻繁買賣，生怕錯過任何一個微小的波動。
我和窩輪，我們大部分時間你所做的，恰恰是坐在那什麼也不做。這聽起來很荒謬，甚至是懶惰，但這是我們成功的核心秘訣。自律不是讓你每天凌晨5點起床去晨跑，雖然那也好好，在投資和人生嘅戰場上，自律係駕馭你內心呢頭原始野獸嘅能力。呢頭野獸有兩種最強大嘅情緒驅動：貪婪與恐懼。當市場狂熱，所有人都在吹噓自己一夜暴富時，自律是呢根鋼繩，他告訴你，這不是你的獵物，安靜嘅等待。當市場崩盤，血流成河，所有人都在恐慌拋售時，自律是那股勇氣，它讓你敢於在別人恐懼時貪婪，撿起呢一啲被恐慌錯殺嘅黃金。這種自律源於你對第一同第二類資產恨之無行與核心原則嘅絕對自信。內心即係自律喺時間維度上嘅延伸，它不是消極嘅等待，而是一種充滿智慧嘅主動互為。就像一個經驗豐富嘅獵人，他可以為了等到一支完美嘅獵物，在叢林裏一動不動嘅潛伏好幾天。他知道胡亂開槍只會浪費子彈，競走所有機會。我和窩輪就是這樣的獵人。我們把大部分時間花在閱讀和思考上，不斷評估企業的內在價值，在腦海中設定好我們的狩獵標準，然後我們就耐心的等待，等市場犯下愚蠢的錯誤，等他把一個價值$1嘅東西用$50嘅價格送到我們面前。這種智慧可能1年只有一次，甚至幾年才有一次，但只要你掛住了，就足以彌補所有等待嘅時間。愛因斯坦說，複利是世界第8大奇蹟，但人們往往忘了，這個奇蹟的催化劑就是耐心。而這一切的基石是延遲滿足，這是人類心智最偉大嘅成就之一，是區分人與人嘅關鍵能力。今天嘅社會無時無刻不在誘惑你進行即時滿足，說一手機就有短暫嘅快樂，點一買賣就有煽情嘅美事，用信用卡就能買到你暫時負擔不起嘅東西。這種文化正在系統性嘅催化人們積累財富嘅可能，因為財富的本質就是犧牲今天的消費，去交換一個更富足的明天。你每存下1塊錢，每把它投入到一個優質資產裏，都是在進行一次延遲滿足的練習。你放棄了限制喝一杯昂貴咖啡嘅小快樂，換來嘅是未來這筆錢通過複利為你創造嘅巨大快富同埋自由。這3項資產，自律、耐心與延遲滿足，可能不會立刻讓你暴富，恰恰相反，他們在短期內甚至去令到佢似嚟像個傻瓜。但隨着時間嘅推移，你會發現呢些追逐短期利益嘅人早已被市場淘汰，而你呢個什麼嘢不做嘅傻瓜，佢因為守住了能力圈，避開了永久性嘅資本損失，願複利嘅血潮在一條又長又細嘅血道上越滾越大。這不僅能帶來財富的穩健增長，更重要的是，它能給你帶來內心的平靜與自由，讓你從市場的奴隸變成自己命運的主人。現在你已經擁有了健全嘅心智模型，堅不可摧嘅核心原則，一個純正嘅社交圈，以及駕馭欲望嘅自律與耐心。但你係缺少最後一塊，也係最能讓你從優厚邁向絕越嘅拼圖。這就是我要交付給你的第5類資產：獨立思考與反駁傳統嘅能力。聽咗，人類嘅大腦為了在遠古草原上生存而進化，
天星就不是為咗在現代世界中作出完美決策而成。在草原上，當你看到所有人朝一個方向狂奔時，你最好嘅策略就係毫不猶豫地跟着跑，因為呢背後很可能係一頭獅子。這種社會認同傾向深深嘅刻在我嘅基因裏，係一種生存本能。但係投資和人生決策中，它就係最致命嘅毒藥。當市場上所有人都陷於狂熱，朝咗同一個方向狂奔時，那通常意味着船也就喺不遠處。我一生都係對抗這種與生俱來的愚蠢衝動。我嘅秘密武器非常簡單，甚至聽起來有嘅可笑。我稱之為逆向思維。永遠反過嚟想，當所有人都問我們如何才能成功時，我去問一個更重要嘅問題：我們如何才會失敗？然後我會列出所有可能導致失敗嘅因素，並不惜一切代價去避免他們。你想活得幸福嗎？好問題。但一個更好嘅問題係：是什麼讓人痛苦？是嫉妒，是怨恨，是無休止的攀比。只要你系統性地避開這些，你就自然去離幸福更近。這個方法不僅適用於人生，更是投資的基石。所有人都想找到下一個能漲10倍嘅股票。我反過來想，什麼類型的公司我絕對不會碰？那些我看不懂的，那些管理層不誠實的，那些新鮮價格戰沒有護城河的。只要你把這些投資雷區都排除掉，你犯下致命錯誤的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投資這場遊戲，首先是關於不輸，然後才是關於贏。獨立思考意味咗你有勇氣對所謂嘅常識和專家意見提出質疑。常說，很多時候只是多數人未經思考嘅偏見而已。在2000年科技泡沫嘅頂峰，常識是互聯網公司不需要盈利，只要有演酬就行。我們巨腳相信這個常識，結果避開了人類歷史上最大嘅財富毀滅之役。真正嘅洞見總是誕生於少數派嘅頭腦中。你需要建立自己認知防火牆，抵禦呢一些流行的、時髦的，但係好無邏輯滋生嘅觀點。這好難，我承認。當你與人群背道而馳時，你會感到孤獨，甚至會被嘲笑為視古不化嘅傻瓜。但請記住，市場嘅超額回報，正是給那些敢於獨立思考、忍受短期孤獨嘅人嘅獎賞。他獎你嘅不是更高嘅智商，而是呢種罕見嘅能夠抵抗群體性瘋狂嘅堅韌性格。這項資產讓你能在別人貪婪時感到恐懼，在別人恐懼時發現機會。它讓你能看到別人因偏見而忽視嘅巨大價值。它最終賦予你的不僅僅是財富，更是思想上的徹底自由。你不再是輿論的奴隸，而是自己心智王國裏唯一嘅主人。健全嘅心智模型，堅定嘅核心原則，高質量嘅親密關係，自律與耐心，以及獨立思考嘅能力，這互利互成嘅資產，就是我學了99年，也從未想過要出售嘅核心財富。他們是你人生嘅護城河，為你抵禦外界嘅愚蠢與瘋狂。他們是你心智嘅基油，通過終身覺醒與反思而入嘅強壯。他們更是你靈魂嘅基石，決定了你人生嘅最終高度與厚度。記住，價值投資和長期主義嘅哲學不僅適用於金融，更應貫穿你人生嘅方方面面。智慧嘅福利、品格嘅福利、信任嘅福利，
遠比金錢嘅福利更為強大且持久。係現在，請你審視一下自己嘅人生資產組合，哪而係真正值得你長期持有、永不放棄嘅寶貴財富。當你開始向管理最珍貴嘅股票一樣管理你嘅人生時，你終將擁有一個乾淨、高效、富足、係充滿智慧嘅自由人生。